僕人敬聽三代經課。約翰福音10章22至30節。猶太人棄絕耶穌。那時正是冬天，在耶路撒冷有獻殿節。耶穌在聖殿裏的所羅門廊下行走，猶太人圍着他，對他說：你讓我們猶豫不定到幾時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白地告訴我們。耶穌回答他們：我已經告訴你們，你們卻不信。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，可以為我作見證。但是你們不信，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從我，並且我賜給他們永生，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我父所賜給我的比萬有都大，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。我與父原為一。約翰福音10章22至到30節係講述耶穌表明佢係好牧人，真正嘅門徒會聽佢嘅聲音，並且跟隨佢。佢應許佢嘅羊永不滅亡，冇人能夠從佢嘅手中奪去，因為佢同父原為一。呢段經文充滿安全感同埋應許啊！當中有3個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主嘅聲音係可聽見嘅，信徒需要操練分辨佢嘅聲音同埋旨意。重複一次，主嘅聲音係可聽見嘅，信徒需要操練分辨佢嘅聲音同旨意。第二，永生嘅應許係確定嘅，冇人能夠奪去神所賜嘅安全同埋救恩。我重複一次，永生嘅應許係確定嘅，冇人能夠奪去神所賜嘅安全同埋救恩。第三，父與子一齊保守。我哋嘅信仰根基穩固，係因為三一神同心工作。再講一次，父與子一齊保守。我哋嘅信仰根基穩固，因為三一神一齊工作。反思問題：我係咪經常安靜心靈，認出並且聽從主耶穌嘅聲音呢？重複一次，我係咪經常安靜心靈，認出並且聽從主耶穌嘅聲音呢？實踐行動，每日讀一段福音書，並且默想主耶穌嘅教導同埋生命榜樣，學習更加靈敏咁聽從佢嘅引導啊！重複一次，每日讀一段福音書，並且默想主耶穌嘅教導同埋生命榜樣，學習更加敏銳咁聽從佢嘅引導啦！